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，民众透过各种平台散播或者是接收讯息也变得非常容易，所以媒体识读的能力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。8月19号上午来到麻豆区的基安国小，透过双子星3冠王地方电视台来向小朋友们宣导媒体识读。基安国小校长也特别莅临现场，与学童们一起参与整个活动的过程。这个媒体的识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素养的能力啦哈，因为在这个资讯爆发的一个时代里面，孩子通常他所接触的都是家长、老师，都会很单纯，因为老师跟家长不会教他说谎话，然后也不会教他假东西，但是他们的习惯就有讯息来都当误以为真，很多事情没有时间。也没有这个就是去静下来去判断它是否正确，所以有些讯息一抛出去，有时候可能也犯了法，所以这种东西对孩子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种能力，让他们能够辨别是非，然后有一些判断的能力，这非常重要一个课程活动。活动的过程中，讲师透过与小朋友互动的方式，让学童们了解如何辨别真假讯息。以及在不确定讯息真实性之前切勿转传，经由有奖征答，让小朋友们都可以投入在课堂之中，也在活动期间了解到如何分别讯息真实性的基本媒体识读能力。我觉得我刚才学到，大哥哥大姐姐有跟我们说很多手机上网络那些问题，这样我学到了。所以我以后如果在手机上如果遇到这些问题，我都可以知道那是假的还是真的。我觉得以后要小心谨慎，不然随时都有可能会被骗到钱、骗到账户，以后就可能会有很多危险。所以今天我学到了怎么辨别真假新闻，要停看听，确认事情的真假再传出去。中嘉集团为了落实企业责任，每年都会在不同地区针对不同年龄层的民众举办媒体识读的活动，透过讲座宣导，让民众可以进一步来学习如何辨别讯息的真伪，而免于受骗或者是责罚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